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家實測一個深圳前海嘅吸引嘅筍盤現樓住宅。呢個樓盤真正嘅係可以做到零首付上車，仲係地鐵上蓋嘅物業，帶埋全屋嘅裝修同埋家電，真正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周邊嘅住戶已經可以租到6500蚊一個月㗎啦。對比香港嘅價錢真係好抵。全程零廣告，慢慢咁同大家拆解自住投資都得嘅筍盤，唔好錯過啦！呢個樓盤係雙地鐵口嘅物業，現時我哋步行8分鐘就可以去到我哋地鐵站嗰度。咁而家我哋個樓下200米個距離我哋可以睇到喺個西鄉地鐵站嗰度喺度動緊工嘅。咁呢度最吸引嘅營銷政策係依家做緊零首付，真正唔使攞1分錢嘅首付，直接就可以簽合同啦。咁完全冇晒一個首付嘅壓力，後期仲可以靠租金去幫補到呢度壓力好細，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沙發、床、冰箱、洗衣機，真正你可以做到直接搬行李就可以入嚟住啦。呢度慳返幾十萬嘅裝修同埋家私家電，咁好適合我哋時間好緊嘅香港老友記，快節奏嘅生活，唔使為裝修而煩惱。呢個戶型嘅單價亦都好親民嘅，總價係240萬到。重點佢係我哋地鐵上蓋嘅物業，所以而家加埋零首期咁令到我哋好多香港嘅朋友都可以去買返個細嘅單位。咁直接可以令我哋通勤香港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又抵。我哋睇下樣板。講完優惠同大家睇下呢個主推嘅戶型。呢個盤兩個戶型都係非常之實用嘅，仲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住起身非常之舒服。咁我哋呢個係45平方嘅一個格局，咁我哋可以做到2房嘅，係整個方向係朝南向。咁我哋都知道佢朝南嗰把採光係非常之好，喺早上嘅10點鐘到晏晝3點採光係非常之靚，唔使多開燈嘅。咁我哋睇到佢個裝修用料都係非常之用心，送嘅家私家電質感都係非常之好。收樓當日你當場可以拎包入住，好方便。呢度係非常值得投資嘅，同埋住都係合適嘅。小夫妻住喺呢度夠溫馨，地鐵上蓋物業，通勤係非常之方便嘅。周邊嘅月租去到6500一個月，租售比係非常之可觀。咁最正嘅係咩呢？零首付現樓，加埋地鐵上蓋物業，你簽完嘅合同即刻收樓，要就係自己住同埋放租，係人均選擇，非常之靈活方便。講到呢個樓盤嘅價值我哋一定要提前海概念同埋地鐵上蓋。大家睇呢個方向就係前海嘅擴容區。咁我哋呢個項目正對緊嘅下邊107嘅發展主幹道，呢條主軸被稱為第2個深南大道。未來要建50幾個產業園，經濟嘅規模超過1萬億。第一，前海嘅擴容之後好多香港嘅企業同人才都要喺呢度發展，所以呢度將會成為名副其實嘅後花園。咁我哋亦都睇到亦都佈局係差唔多嘅。呢個戶型佢就整咗1間房嘅啫，呢間房就比較大。加埋呢度係地鐵上蓋嘅規劃，未來西鄉公園嘅地鐵站亦都喺我哋樓盤嘅200米左右。咁我哋現時步行8分鐘就可以坐3個地鐵站到我哋嘅騰訊科技島，6個站就到我哋嘅前海，通勤係非常之方便嘅一個項目。咁呢度租出去完全係唔使售嘅，啱先同你講過，租值6500。未來15號線開通之後地鐵上蓋嘅物業亦都會帶來佢嘅租金同埋佢價值嘅一個升值，所以係非常之值得期待嘅。總結一下呢個樓盤
零首付上車，地鐵上蓋物業，咁精裝現樓交付，仲係住宅，周邊咧6000零蚊一個租值，全海輻射。咁唔單止係自住同埋投資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咁對比周邊一個買緊6萬加平方嘅一個樓咧，呢個樓盤咧係認真筍嘅。咁有興趣嘅香港老友記咧，留言實地睇樓。咁我將戶型圖同埋實測路線咧 send 俾你。咁記得關注點讚，後期咧仲有更多大灣區筍盤實測同大家介紹嘅。拜拜。